讲到台湾的历史，我伫日本小学甲日本中学的时代，拢有捌学过。台湾人讲学校当然无教，但若伫细汉时，捌听阿嬷因老大人讲的林松文控清战争，讲有简大西包围台北城，连小鸟武装反抗日本的一寡故事。也是直接民评录蒋渭水、陈逢源一寡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抗日，其他的拢在半行。读大学了后，伫当地学着历史学为文史观，还阁学习日本史、世界史、甲东洋史、中国史。伫心内深刻感到着爱学习台湾史。后来伫中国参加抗日，甲国将内战的8年中间。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政治，搁较感觉着爱研究台湾史。自安尼，1952年到日本了后，我就赶紧来研究台湾史。等到点仔生理较稳定，开始做台湾地下工作的时，就到国会图书馆、菲比亚图书馆收集资料，开始写作。经过2年后。1962年，台湾人400年史日文版正式出版。为什么叫做台湾人400年史？能叫做台湾史，也是台湾400年史。因为关联着台湾人的历史，差不多拢是徛踮荷兰、英国、日本、中国这些外来统治的日程来写的。我为着了解400年来。自头到尾受到外来统治的原住民、汉人移民甲因家孙，经过什么历史过程来成做台湾民族？咱讲的台湾人意识，是经过安怎的渊源来产生？打台湾人将来到底是要徛去倒位呢？我就是自觉的、严肃的徛踮台湾人的立场来思考，来写出这本台湾史册的。这本册出版了后，因为台湾伫蒋家国民党独裁中权压制之下，会当上立体倒来的册本地就无侪，而且日文已经是现在台湾乡亲所熟悉的文字。当时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嘛，干那几个尔，所以会当读到这本册的台湾人，通讲是足少的。不过，后来，互人讲到台湾人400年史的这个册名，煞愈来愈侪啊。所以有时啊，嘛有为倒来，也是美国来买册的名的台湾人来探访。原先我是用书名做笔名，秘密出版这本册，因为我已经决定后过必须伫倒来发展地下工作。但是伫半途中，煞互阮小弟马祖摩多卡祖哦。甲王玉蝶无形中公开出来，我这归去先前是我写的。我伫写这本书册当中，上大的发现，就是现在的台湾人甲中国人，伫元清统治时代，就分做本地人甲长沙人。日文版出版了后，无想到过了17年，我才出版汉文版台湾人400年史。因为我的汉文能力无够，而且有关联的台湾的社会历史资料，大部分拢着爱倒来地下同志秘密的一个送来，费足10年会才会当到遐，搁加上当个人士的建议甲支持，检定资料，才完成这本汉文版的台湾人400年史。汉文版接续日文版，对中地底的重点，第一。徛踮台湾大众的立场，徛踮少数者也是知识分子的立场，来断定社会历史事项，袂当准确。第二，开拓基层构造，也就是社会经济，当作观察社会各阶段的基本。第三，根据历史的事实，文献资料传说，互动的传说尤其重要。第四，对中国际形势，甲外来统治者的国内情况甲实名政策，检讨台湾人400年史，亲自接触到台湾先民是新信名，拍拼移民，开拓
发展工商，甲拼命反抗外来者战争的殖民统治，拼甲全会的形成社会，正做民族。过这会的教训，我会当伫人生当中搁较找出真正的一条路，搁较愿意完成家己应该出的一份力量，为咱的家乡努力实现自由、甲民主、甲平等，当作是神圣的历史使命。过去的台湾史，拢是外来统治者徛在外来统治的立场所写的，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，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歪曲台湾历史，硬要讲台湾是袂当侵犯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。1993年，我克服一切困难，结束海外生活，回来台湾。1996年这办台湾人400年史，伫这个第3版，就要用世界上普世的历史学做事论，用这个历史学理论来认识台湾人才是台湾真实的主人，台湾是台湾人的，用这个台湾历史的观念，才会当加做世界的成员，对世界和平才有贡献。